第二首是379首，愿我会哪听你，我自基督咱今第一站。真欢喜，咱今日搁是一个新的主日，要同齐来敬拜咱的上帝。这是咱听起日，咱用同大的普话声，欢迎信心来到咱的中间。哈利路亚！我们阿乐你，欢迎一切感谢我们阿乐，为你。
我的生
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我爱你，我爱你。听阮的主耶稣基督，我一生拢袂当袂记你为着阮定死伫十字架顶，因为你的宝血洁净阮的罪，互阮有份伫白上帝的面前称做主理。主啊，愿你的荣耀显现伫阮的生命，我永远袂记你的疼。耶稣，我要对你讲，你疼阮，我嘛疼你。我会当一生真欢喜、真喜乐、信心来跟对你。主啊，我愿意顺服，我愿意顺服伫你的旨意内面，我愿意顺服伫圣神的带领内面。主啊，我知，我的一生拢伫你的掌管内面，不管阮伫顺境还是逆境，阮是单单仰望你。我用信心来宣告，用你的话来宣告，因为你的话是大有大的气力的。主，我感谢你，感谢你，恳求你赐予阮气力，互阮走嘛袂野，行嘛袂跣，亲像鹰鸟定心来飞展翅，飞伫天顶，甲你同款作用到永远。主，我感谢你，我将我的时间，将我的生命，将我的运势完全赐予你。感谢你，我的敬拜是我的祈祷，我的安尼敬拜，愿得到你的接纳，我的敬拜，愿你得到荣光，我一切感谢祈祷，祷告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求你带我伫你的真理，搁教示我，因为你是救我的上帝。我通日听候你，耶和华，求你纪念你的怜悯，甲你的慈爱，因为这是古早以来常常有的。各位兄弟，即时咱同齐来吟圣诗，来学习咱的上帝。请拍开新圣诗第303首，请起立吟全首。请兄弟，咱即时咱做伙来祈祷。至圣的天父，阮感谢你，感谢天父，互阮会使甲正兄弟组织，伫你所创造的礼拜堂，伫遮来敬拜你。也感谢天父，你对阮的听痛，不管是阮知或者是毋知的过犯，你拢赦免阮。哪吒所有攻击，保守阮所有一切，阮感谢你。安尼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接咱来启应，请拍开新圣诗后壁面启应文第21篇，诗篇93篇。我来启，请兄弟来译。上主最王掌权，
上主用威严做衫穿，伊建立世界。你的宝座对古早就建立。上主啊，大水哗哗吼。上主伫天顶显出威力。上主啊，你的诫命确立袂改变。接着，咱要请圣歌队来献诗。今仔要献的诗是耶稣叫我来行天路。现在，请起立，咱来纪念新的诫命。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予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请咱大家做伙来共修上帝的话。今仔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创世纪第22章16节到18节，甲诗篇141篇第2节。耶和华讲：你已经行这个事，无留你的囝，就是你独生的囝。我就指家己手纸讲，
我祝福要祝福你，加添要加添你的后裔，亲像天顶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后裔要得到这个对德的关爱。过来是伫诗篇，愿我的祈祷亲像香摆列伫你的面前，愿我的举起手亲像下分时的祭司。以上。煞接，咱要请咱陈牧师为咱讲道。今仔讲道的题目是献上上好。两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经节伫创世记第22章16到18节，对安尼来看，咱对顶礼拜的新闻来看，亚伯拉罕的后裔伫世间咧冤家，甚至小太小姐，这是旧年度着选好的经节。开甲即马的时势有一个连结，求上帝帮助咱。咱拢会收到要替以色列祈祷，但是咱无收到要替巴勒斯坦的人祈祷，敢是？到底是咱着替以色列祈祷，毋免替巴勒斯坦祈祷嘛？所以其实咱来替巴勒斯坦的人祈祷，嘛爱替以色列人的祈祷，因为即两个拢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巴勒斯坦长期以来因丧香混乱，而且因互以色列隔离，因活着是无尊严，无完全的自由。咱来当同理因的处境，爱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待，要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待。不是用教会的眼光来看，也不是用这个基督教只有基督教的眼光来看，是要用到上帝的眼光。所以以色列出兵有理，但是这个冲突毋是无有原来原本根本的原因，是过去。以色列复国了后，巴勒斯坦人就早就住伫迄个所在。早就住伫迄个所在，因是迄种赶、迄种迫害，所以有即个原来原因的根本，造成因长期以来累积的情绪。以色列安怎管理巴勒斯坦？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足粗残的，很粗残，很残暴。但是呢，无法度，伊国家复国了后，边仔拢是阿拉伯的国家，除了埃及以外，埃及是回教国家，所以长期受即个边仔的势力，因着用真强硬的手段真个手段咧统治巴勒斯坦，所以造成即两个民族长期以来的怨愤伫。顶礼拜来爆发即个战争，以及咱相时咱虽然无赞成哈马斯组织因的做法，因为这是咱类似恐怖主义的方式咧处理即件代志。咱嘛看到以色列嘛真硬啦出兵，而且已经是进入即个加沙走廊内面，开始要掠哈马斯的人。求上帝帮助咱。透过即个事件，互咱嘛有侪学习，伫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产生的巴勒斯坦人，也是阿拉伯人、甲犹太人，因暴力不断的冲突，伫即几年来，其实有人推展各种的计划，希望双方会当对亚伯拉罕因的祖先、因共同的祖先的信仰来做伙勉励，
达成彼此有一个好意，会当和平互相对待，也是互相的尊重，会当互即个所在冲突的所在变做一个和平的所在。安尼看是真无可能，因为因拢伫阿伯拉罕的子孙即个情节内面。若是因拢是阿伯拉罕的子孙，安尼即个土地是照你讲是，拢爱平分才对嘛，敢毋是？但是圣经甲咱讲，这是要赐互以撒的后裔。所以阿伯拉罕的两个囝伊是玛利甲以撒，以及以撒的囝雅各。以撒甲雅各诚做犹太人，诚做以色列人的祖先。但是对于阿拉伯人来讲，对于回教的经典来讲，伊是玛利嘛是因阿伯拉罕阿伯人阿拉伯人的祖先。所以对安尼来看两个无共款信仰的民族，照你讲，因拢爱和平才对，因为因拢是共一个祖，共一个祖先才对。所以阿伯拉罕的子孙有犹太教，有基督教，嘛有伊斯兰教。对信仰的根本来看，一场的冲突，就是阿伯拉罕子孙之间的冲突。所以咱对今日经济来看，讲要亲像天顶的星，甲地上的土沙。哇！你看阿伯拉罕的子孙有偌济，所以对即几年来，耶路撒冷也有一个博物馆的馆长要推广一个阿伯拉罕形象的计划，就是透过犹太教、甲基督教、甲回教、伊斯兰教，即共同的信仰的根源，就是阿伯拉罕，互因遮个子孙，特别是遮个少年人、遮个儿童，以及因的老爸老母做伙来。参与一场的对话，互因当学习理解，会当无任何政治的色彩。所以因借着活动来讲出心内的话，借着阿伯拉罕子孙的即个计划，互因两边虽然信仰无共，血统是共款，但是已经分开去，所以照安尼，互因心中有一个对话，对话，对发现彼此。尊重彼此，然后追求一个和平。这是真正真远的计划。咱看这几年来，这10几年来，以色列就一直真做冲突的点。巴勒斯坦甲以色列之间的冲突，若是冲突以外，佮产生阿拉伯所有的国家联合起来，所以这是一个有可能产生世界大战。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伫埃及的首都开罗伫遐演讲，伊发表一篇的演说，就是讲已经流足侪人的血，咱拢爱有责任，互以色列甲巴勒斯坦因的母亲，莫阁看到因的细囝伫伤害中间来长大，毋是伫对立，毋是伫惊吓，是安那？是爱互即三大信仰。的所在，诚做上帝应允甲和平的地，所以要互耶路撒冷诚做犹太人，诚做基督徒，诚做穆斯林，回教徒，因会当安全永久徛起的家，而且所有阿伯拉罕的子孙会当和平做伙住在一个所在，这是奥巴马总统美国前总统所讲的话。咱这时咱做伙三甲来为着即件冲突。所带来死实，所带来怨恨，所带来的对立，咱三甲来安静心来，咱来祈祷。天父上帝，我恳求你，将平安、将和平放伫阮的心内。阮知影伫对立冲突的所在，和平的曙光真远。阮看到人。巴勒斯坦人长期以来受到这个无公平对待时，阮有时会去支持以色列，互以色列更较合理，用更较强硬的手法来治理巴勒斯坦人。求上帝帮助阮，求上帝怜悯，互阮当徛伫你的眼光来看即件代志。我嘛为着以色列遮个事实，伫个集体的农场，伫个基普兹内面，死实的家庭，无论是细囝，无论是少年人，
无论是年长的长辈，祝你怜悯因，因是你的子孙，因是阿伯拉罕的子孙，祝你来施恩伫因的心中，来安慰因。我嘛要为着巴勒斯坦无辜的百姓，来受到飞弹、火箭的伤害，因的家庭已经破碎，因的躯体已经无去，因是无辜的，因是遮个无辜的百姓，但是因为即场的冲突，因牺牲。求上帝你怜悯听因，因为因嘛是阿伯拉罕的子孙。愿上帝帮咱，互阮会当有你的眼光来看待。愿上帝你帮助阮，互阮的心中嘛会当记忆冲突的教导、冲突的教训，因为冲突只有带来死失、带来伤亡，只有带来咒诅。若无和平，只有继续的怨恨。上帝你帮助伫以色列即个土地，愿即个土地真正是老年甲美的地，愿即个土地是伫未来有和平、有盼望的地。阮看到遮个细囝，阮看到遮个无辜、遮个爱逃离家庭的人，因是足无辜的，因是足无奈的。因为每一届的冲突拢累积因来反抗以色列、反抗犹太人的心。求上帝帮助，求上帝听因，感谢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当阿伯拉罕100岁时，又通过献囝以撒来得到上帝的肯定，因为伊无留伊家己的囝，伊将伊的囝愿意搁献转来互上帝，因为这是上帝所想事，是上帝的恩典互伊。咱今日看到16、19、18节，看到讲阿伯拉罕这个名就是侪国的老爸的意思，所以对侪国来看，甲阿伯拉罕的血缘上界亲近，就是犹太人甲即个巴勒斯坦人，也是部分的即阿拉伯人。所以上帝帮助咱，因为伫圣经的内面的启示甲教导，即个应允嘛。伫即个世上来实现，透过阿伯拉罕诚做即个祝福的源头，即句话，互咱会当看见侪伫信仰的内面，咱拢会当甲阿伯拉罕来结连，诚做一个关系。阿拉伯人无一定全部拢甲阿伯拉罕有真正血缘的关系，是透过即个可兰经因的信仰的内面认同，因是。阿伯拉罕是因的列祖，是因的信仰的老爸。共款咱伫圣经的内面，咱嘛对信仰的内面来看见阿伯拉罕是咱信仰的老爸。阿伯拉罕有伊的领导力来帮助咱，就是讲伊是信心的温树，以及伊好款待人。阿伯拉罕借着伊的信心离开故乡，接着上帝命令来行时，伊即个信心诚侪。咱所学习的，伊互伊的孙仔伫咧落地来选土地时，伊将好的物件优先来让互伊的弟仔。所以这是一个有包容、一个有看度的人。伊嘛接待了天使，互伊知影讲，哇，上帝要施恩伫伊的心上。伊嘛知影讲，上帝要审判索多玛甲恶魔猎的时，伊为着即两个城市的有义人来恳求上帝来施恩、来怜悯，所以伊有即个包容人的心，所以伊的领导力，即两项会当诚做咱的帮助。伫一个接友中心咧收留游民的中心，即个中心里面，哇，都有你要即个大门，就会当看到侪蚵仔伫迄个所在。咱看到哇，即个蚵仔哪山伫迄个所在，所以有足侪志工，因着爱来整理遮的物件，有足侪物资特别是遮的蚵仔所以有一个青年团契的青年去迄个所在斗整理，遮个青年诚做志工，着伫遐看遮个二手的蚵仔，因用一工的时间，甲遮个蚵仔摆做一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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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伊摆列整齐。但是呢，伊嘛拣出侪无法度搁穿的蚵仔，
有诶是破破烂烂，有诶无有诶可能即个寸切无拄啊好，无法度继续穿。所以好诶应该建起来，无好诶应该家伊整理起来。家有中心会甲遮无爱物件捡起来，然后家伊回收掉。因无爱互遮诶歹物件，也是歹物件，到伫家有诶手中。意思就是讲因袂将遮歹鞋佫甲送出去，因会将遮歹诶物资家伊回收掉。所以人有时咧分享诶时，可能你摕出来物件是过时，是过去，是无法度佫穿诶物件，也是你厝呢无爱淘汰落来物件。愿上帝帮助咱。先知马勒基甲咱教着讲，以色列人将无好诶物件，将有瑕疵诶物件来献互上帝。但是上帝的眼光知影马勒基的心，所以马勒基咧骂遮百姓，骂以色列百姓的时，因讲恁将上好诶留互家己。伊嘛知影逐个人诶厝内面有遮好诶精生，有遮好诶羊。有遮好诶牛，总是安那，因将有瑕疵诶，将有青面诶，也是讲即个减一支骹诶，也是破边诶，会精生来献互上帝来做祭物。伫马勒基书第1章，就安尼来讲即件代志。所以上帝以色列百姓，伊就表达伊诶不满，愿上帝堪得咱尊重，亲像咱拄所吟诶。敬拜俄勒的诗歌，将咱的性命安那献予上帝。所以上帝以色列百姓，伊表达上帝不满，是毋是？咱有时，咱敢会当体验着上帝对咱不满？有时咱将村的要来献予上帝，愿咱的俄勒敬拜，拢会当予上帝欢喜，因为咱是将咱家己来献予上帝。所以，当咱想着上帝为着咱成就所有的一切时，咱会当将上好的来献予伊，来完全来接受上帝对咱的祝福。所以，咱要领受上帝对咱的祝福的时，咱爱想，咱有甲上好的来献予上帝无？第一，咱有甘心乐意来献予上帝吗？上帝要求以色列人因将大囝拢爱留下，互上帝来使用，爱将无瑕疵。头水的精生牛羊，以及粗色的水果蔬菜，大囝甲头上囝，也是粗色，拢是代表上好的。所以亚伯拉罕伫一生的中间，伊就是用献囝的行动来表明伊对上帝的回应，对上帝的信心，对上帝的应允。所以当上帝要求伊的囝，佮来献予上帝的时，伊行了3天的时间，来到摩利亚这个地来献予上帝。这个是大人这个老人亚伯拉罕是用行动。伊一早起来，伊就行动伊无甲伊的某搁伫遐参详，这咱到底是要搁献予上帝无？上帝甲我启示讲，囡仔要献予上帝。伊无搁甲伊的某撒拉搁讨论，伊就直接行动，带一个萝卜。甲囡仔就起身行3天的路来献以撒。所以伫逐种圣工的需要，咱敢会亲像亚伯拉罕一样，用行动来表示，亲像咱因领新培甲运动，这咱总会150年所推的事工，献金、献工、献身，这3献。所以伫礼拜中间，奉献毋是无聊的所在。的时间，咱咧奉献时，有当时就开始咧讲话。奉献毋是交流的时间，奉献是咱敬拜的歌风，是伫咱礼拜中间的歌风。奉献的时间毋是消磨的时间，是要应答上帝话语的时间。愿上帝帮助咱，互咱做一个提醒。伫奉献的时，咱又愿用感谢的心。用感恩的心，用专心来回应上帝。第二，咱爱将家己上好的来献予上帝。即个上好的物件，对咱来讲是甚物？
对阿伯拉罕来讲，这是伊的性命的全部，这是伊的囝儿，伊对伊所会当团中接待对伊的血统出来是正统的是对伊的大某所生的囝叫做以撒。当然伊是玛利是甲因的使用人夏甲所生的是代替撒拉生的。当上帝要应允伊的时，这个囡仔是照对伊来所出，所以这对伊来讲，这是上好的物件。伊愿意将伊的囝来献予上帝。虽然讲赏税是上帝，收回嘛是上帝，伊经验了耶和华以勒，因为上帝有备办迄个献祭的样，所以伊开始伊袂感觉毋甘，伊用行动来证明上帝对伊的疼。如果上帝若讲我赐予你的，要甲你收回时，咱的心会安怎？咱的心敢有愿意？所以愿上帝帮助咱，该互上帝，咱着爱用真慷慨的心来回应上帝。愿主应带帮助咱，互咱150年差不多会当讲做一个要做一个结束，但是这毋是完全的结束，是搁另外一个新的开始，是要互咱搁后一个禧年。当然有可能咱即代人伫50年以后，可能无法度参与，但是咱有参与着即150年的事，求上帝帮助咱，会当兴起咱将咱家己上好的，搁再献予上帝。愿主使用帮助咱。第三，咱爱献上上好的、珍贵的所以咱爱听从上帝话来得到大大的福气得到大大的福气。有一句话有一个故事讲有一个先进佮富裕的家庭，因有3个兄弟因拢有一件因真宝贵的物件大囝伊有一面有科技的镜，会当看到世界逐个所在所发生的代志。即第二个囝伊有一张AI 科技的飞毯，会当随心所欲到伊想要去的所在，袂拄着任何的阻碍这当飞上天的未来科技这小第三个囝呢，有一个医疗级的苹果，嘛敢若一个尔所以会当医好任何的病，只要食了这个苹果，就会当好。所以有一日，这大囝咧看这面镜，伊看到国王的查某囝就是未来的公主破病，而且病了真严重，医生拢宣布无法度医。这国王真忧愁，毋知影要安怎。伊讲只要若有人会当治好医好公主的病，就要将公主来嫁互伊。这大囝知影这个代志了，就甲2个小弟甲叫来讲，咱3个爱去救国王的查某囝来救这个公主。公主破病真严重我已经看到老二你准备你的飞毯第三你爱甲你的医疗的苹果爱甲摕出来所以因3个就坐着第二老二的飞毯去甲国王的城堡的内面小弟最后这个小弟就甲苹果摕出来，互公主食公主食一个就好起来。哇！国王是一个守信的人，伊就要甲公主要嫁互医好伊的人。但是这3个拢有功劳若无老大的这个宝镜，因无法度知影公主破病。第二个若无伊的飞毯，无伊的这个AI 科技的飞毯，伊嘛无法度用真紧的速度来到来救这个公主。第三，伊有一个苹果。医疗级的苹果，互即个公主食了好起来。这国王想讲要安怎？这要嫁3个呢？因3个兄弟就伫遐咧吵，到底是要送要来娶公主国王就讲公主你家己决定，你要嫁互倒一个？这病是这3个兄弟当时家己医好的，我爱守我的信用
爱受我的迄个诚信，我要将你嫁互因，但是袂当常时拢嫁互三个，你感觉你嫁互啥物人较好？即个公主就伫遐想，我到底要嫁互倒一个？伊讲当然嘛是要嫁互迄个上细汉的，为什物？是上细汉的生了较缘投吗？还是生了较古水吗？还是即个细汉的加较少年嘛？拢毋是。即个国王就感觉真奇怪，就问公主讲：你为什物要嫁互即个小弟？即个公主讲：大个伊的囝还佫伫个，第二个伊的毛毯还佫伫个，但是第三个伊的饭糕已经互我食了啊！伊已经手中无即个保米啊！伊宝贵的物件已经互我食了，所以我认为会当甲伊上界珍贵、佮唯一的物件奉献出来的人，伊较是真心的。我上帝帮助咱，这是一个故事，来提醒咱，互咱有一个提醒。奉献检查有3种的境界，一种是甲咱家己有剩的摕出来奉献；第二种是甲咱所珍惜、所爱的物件摕出来；第三种是甲咱佮珍惜、佮宝贵、佮唯一的物件献出来。就亲像阿伯拉罕一样，伊同介珍惜、佮宝贵、佮唯一的囝以撒，在上帝安那佮有替伊准备叫做耶和华以勒所以咱的上帝是以勒的上帝，是有替咱备办的上帝。所以有一句话讲：你若互上帝，上帝就会替你佮准备。所以信徒若无保留的奉献，是会当感动上帝的心。亲像耶稣咧看人奉献的时，伊讲。即对寡妇，即对某囝，伊将伊生活所有的拢甲伊奉献出来。所以耶稣嘛看了真清楚，人有时将伊有剩的奉献，但是有时人将伊所珍惜、佮宝贵、佮唯一的奉献。愿上帝使用帮助咱，因为上帝是甘得赐福予咱的上帝。是将伊的福气佮拼落来，互咱的上帝。今日经节伫诗篇咧讲，咱用香来形容圣徒的娱乐佮祈祷，献祭才会当互上帝来欢喜。祭司每一日透早佮下昏，拢爱到伫圣殿来献即个祭。较早爱烧即个香，毋是咱即马即个烧香是爱献迄个香，迄个香是对植物、对植物，甲伊提炼出来，有一个香气的物件，是要互即个圣殿充满了即个香气。所以百姓就伫外口徛咧祈祷，然后祭司来献祭。所以当献完即个精神，即个香味伫祭坛、伫圣殿的顶面，即个空气有真香的味，就充满即个圣殿的时。哇！代表上帝接纳这个祭物，代表望伊的祈祷，望伊的奉献，亲像即个香来献予上帝，互主来得到欢喜。咱嘛要学习亲像大笔，将咱的祈祷，将咱所恳求的事来摆咧伫上帝的面前，互主来欢喜。同时，咱嘛爱献咱家己上好来到主的面前，互主来欢喜。所以，愿咱的祈祷拿香摆咧伫上帝的面前，咱有时咱来举手祈祷、举手敬拜，咱嘛亲像即个下昏时祭司的奉献，祭司的献祭，亲像即个香香的祭，互主来欢喜。所以，咱每一届奉献的时，其实这是香香的祭，这是一个祭，互主来欢喜。咱即马基督徒，咱无搁再烧香。咱无搁再用这个生礼精神，咱是用奉献来取代旧约时代的即个献祭，新约时代嘛要搁有献祭耶稣的时代所以当耶稣基督过活了后，当即个耶稣学生四线基督徒哪来哪做时，咱有教会成立。虽然圣殿还搁存在，但是安那教会伫世界开始来开拓，咱无用精神，无用即个献祭，咱是用奉献来取代，来用奉献成做一个祭。除了奉献以外，佫有啥物？献心、献工、献金。咱
奉献常常甲讲，咱亲像现金，但是奉献要阁有侪侪的意义，就是咱的心以及咱的精神，教会甲侍奉的顶面。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伫教会的聚会、教会礼拜，用咱的心来贴近上帝。吼，安尼上帝就有感动咱的心。搁再来，咱用参与侍奉，逐种的侍奉来互主欢喜。第三，咱爱照实伫奉献的顶面，伫现金的顶面照实。吼，愿上帝帮助咱同心来祈祷。听堂的上帝，阮恳求你帮助阮，互阮会当学习，亲像阿伯拉罕，当你启示伊要献大囝的时，伊用行动，伊无怀疑，用伊的信心来回应上帝听。主啊，大必嘛愿意用伊的祈祷，亲像香来摆咧伫上帝你的面前，亲像下昏时。会香会香味来到主的面前，愿阮所献的，互主你欢喜，亲像即个香香的祭，亲像即个香的香味充满圣殿，互主你欢喜。愿阮的侍奉服侍，嘛互上帝你欢喜，互上帝你感纳，互阮的心是仰望主，互阮的心是愿意互主来使用，互阮全人是互主你来使用，因为阮是主你所赎回，阮是耶稣基督宝血所赎回的囝，阮爱将阮家己定心伫主你的面前，互主你来欢喜，互主你来感纳，互阮常常伫阮的内心宣告，阮要献阮家己本身，互主你来感纳，互主你来欢喜。像是阮爱无保留，将阮上爱的、上宝贵的来互主你欢喜，求上帝你帮助，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门。那这咱做伙来吟圣诗第379首，请起立吟全首。Hãy
请坐。按即时来准备心来奉献，请书献的同工知识服侍。请兄弟，咱来读今仔日的要句。咱今仔要句记载伫诗篇141篇第2节。咱台语的，咱读一摆。愿我的祈祷亲像香摆列伫你的面前，愿我的耶祈手亲像会焚烧的祭司。以上，煞接。咱要来欢迎甲报告，咱今仔敢有新的朋友。好，安尼我来做咱本会消息、团契消息、甲集体相通、甲教界消息。我约略直接甲大家兄弟报告。本会消息第一点，咱小会议决本年度野外礼拜日期。定伫今年的11月初5，当日8点15分，伫区公所前下集合出发。咱要去的地点是淡江中学甲真理大学。其中，咱教会有办真侪活动，要来增加咱教会之间的兄弟姊妹彼此之间的友谊。请大家会记哩，咱报名费用是200块，报名17个日子，甲咱要报名甲缴费，请大家直接咱杨丽珍长老娘、胡婉君姐妹甲卢宏宇弟兄。第二点，今仔是咱台北中华教会教育事工奉献主日。愿主祝福，请兄弟关心代祷。第三，本会信德奖学金申请，经审查得奖的学生有以下所记载的学生的名字，请有记载伫顶悬的，会记哩伫10月29号儿童主日2主日礼拜中颁发。得奖的学生，请亲身出席领奖。
第4点，10月29号要举行教会事工研讨会，要邀请咱中职同工各单位新旧人的会长、团契辅导、主日学校长、圣歌队队长，请务必出席参加。会长无法度参加，请委派一名同工参加。第5点也是值得一个咱大家欢喜甲祝福的代志，是伫有一项结婚的代志。伫10月初4，咱拜六顶晡9点半，咱文珍兄甲玉君夫妇的大囝蔡恩玲先生甲李婉玲小姐，要伫浸信会仁爱堂，伫台北市北德路1段11號要舉行結婚感恩禮拜，請大家報營來出席觀禮。觀禮後，伊中晝12點半，伊有擺設宴席伫金燕日光相送的餐廳。伫台北市民生东路3段8號1樓，恭喜願主祝福。10月份開始，花語禮拜時間調整伫10點45分開始，請兄弟大家互相關心甲注意禮拜的時間。請大家要積極來參加每禮拜3暗時的讀經祈禱會。團契消息。今仔日台語禮拜結束了後，敬拜俄羅團隊要伫2樓教育館召開同工會議，檢討今年事工甲規劃明年度事工的預算。敬拜主領樂手音控同工，請準時出席。第2點也是一個值得咱大家來關心的，就是聖歌隊伫10月28號拜六下晡2點半到5點半，要來邀請咱鄭芳輝牧師來做咱培靈的講師。伊要主題要講的主題是自執耶穌，生命的承擔，生命的挑戰，生命的邀約。培靈講座報名，請佇1樓公報欄登記。邀請兄弟大家踴躍參加。八友晚餐，具體相當請咱大家過目大島。告解消息，咱10月21拜六頂晡9點到12點10分，咱要佇台北中華傳道部舉辦正解的中職訓練會，專題伫尼瑪處思路上，中職職職委身的國在思考，地點伫大長坪教會，主旨是台北市甘州街40號捷運大橋頭站以上。煞接咱来吟上营尾变诗，吟诗煞，请牧師為咱祝禱，請拍開新聖詩第386首，請起立。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被上帝疼痛，圣神甲咱正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请坐。兄弟平安，咱来迄个野外礼拜吼，楼骹我等恁报名吼，钱较交互元军，